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咱真欢迎咱都会当来到伫读性册部分2这个节目。今仔日咱要对咱已经读到马可福音第5章啊。我想咱对一开始到现在，咱看到足侪无同款的青年人来上这个节目。咱嘛看到，虽然每一个人伊的程度无同款，不过大家人拢真认真，想要学习用台语来读圣经。所以感谢大家对阮的支持，阮会继续努力嘛，期待会当引带更较侪青年人会当用台语来读圣经。今仔日要向大家介绍新的特别来宾，我今仔日踮伫我边啊，这是雅茹吼。对。是哦，啊，所以请雅茹来做一寡自我介绍，好无？好。大家平安，我叫做柯雅茹，我是屏东人，现在伫台南的富强教会服侍。大家好。是，所以雅茹是富强教会的传道。对。伊对屏东来。唔知屏东有啥物特色，会当咱观众朋友小介绍一下无？屏东的特色，我印象上介深的应该是屏东的夜市。对，夜市内面有一寡小吃是对阮外公外嬷的时阵，就一直到现在拢真有名的。OK， 所以听到有物件通食，观众朋友对这拢特别有趣味啊，所以唔知会当介绍几个店无，几个单，互咱大家熟悉一下。后摆咱去屏东会当去食看觅。好，我上届有印象的是，有一间叫做福记偏食，迄是阮外嬷对细汉的时就带阮去食的，内面我上爱食的是薏米。OK， 所以福记偏食。内面爱食薏米吼，爱食薏米哦，会记咯。啊，搁有无？搁有一间是牛肉火锅，改成是叫新恒牛肉的火锅啦，嘿。这是阮外公拢会带阮去食的。OK， 所以踮伫夜市仔内面有牛肉火锅会通食。对。爱看迄个新恒这个名吼。所以会记伫咱的观众朋友后摆去屏东西夜市仔的时阵。来听雅茹介绍这2间，咱会当去食看觅，看到底偌好食。我想这是咱大家人真趣味的代志。好，所以欢迎雅茹今仔日来到咱的节目中间。今仔日咱的范围，咱要对马可福音第5章第1节读到20节，所以就邀请雅茹先来读，咱就一段一段，咱一段一段来读看觅。好，来请。好。耶稣过去加利利的迄边岸，到革拉森人的地区，有伊一个落船，有一个互邪神附身的人，拄对蒙仔埔出来，拄着伊。这个人拢住伫蒙仔埔，人用铁链，都甲伊链袂牢，真济遍人用铁链甲骹铐，甲伊捆绑。甲伊捆绑铁链，互伊插断，骹铐，互伊讲喙，无人有气力甲伊制服。伊暝日伫蒙仔埔，也是山偏乱涌，搁用石头伤害家己。几个所在无好读吼，铁链甲骹铐，会记你迄个甲一部分，迄个喙共款爱合起来，所以铁链甲骹铐甲伊捆绑，铁链互伊扯断，互伊扯断，骹铐互伊讲喙，无人有气力甲伊制服。后尾搁一字吼，山片乱嚷，歹势，这是乱嚷。
哦，所以这几个部分较歹读，咱小注意一下。好，来，佮继续对第六节来。伊伫远远的所在看到耶稣，就走来跪伫伊的面前，大声喊：“至关上帝的囝耶稣，你莫插我！我指上帝的名恳求你，毋通苦楚我，因为耶稣有对伊讲：写神对这人出去。”我感觉一个所在，你莫插我，共款嘴爱合起来，莫插我，莫插。不要理我，莫插我。好，来第九节。耶稣问伊：“你什么名？”伊应讲：“我的名是军团，因为阮真大阵。”伊迫切哀求耶稣毋通赶因离开迄个地区。迄时，附近的山坪有一大群伫地讨食。写神求耶稣讲，互阮去猪群遐，通入入因内面。耶稣准因，写神就出去，入入迄群猪，规群猪。约有2000只，对山片，走落去，互水拄死。好，最后这个所在较无遐顺，互咱确定一下吼。对13节来，咱来看，耶稣准因写神就出去，进入迄群猪，规群猪约有2000只，对山坪撞落去湖里，互水拄死，撞落去吼。好，来14节。14节，市底的人就惊甲走去城内，甲乡村报这个消息。众人就出来，要看有发生什么代志。因来耶稣遐，看到迄个魔鬼附身，就是捌互军团填着的人坐伫遐，有穿衫，精神正常，就真着惊。看到的人就将魔鬼附身的人甲猪群所拄着的代志，甲人讲。因就要求耶稣离开因的地区。他拄仔迄字，咱搁确定一个填着。嘿，缠住吼，填着。好来。耶稣要上船的时，捌魔鬼附身迄个人求耶稣准伊做伙去。耶稣毋准，甲伊讲：转去恁兜，恁亲人遐，将主人民你对你所做遐尼大的代志，拢报互因知。迄个人就离开，伫地加波利传扬耶稣对伊所做遐尼大的代志，所有的人拢着惊奇怪。OK， 多谢。他说地加波利吼，迄地名读无遐好，较袂要紧啦。所以几个所在拢是敢若细节，就是喙有当时啊合起来，有诶迄个音调的部分，像最后一字着惊奇怪，拢着惊奇怪，感觉到很震撼，迄个感觉。好，所以感谢今仔日雅茹陪咱读第5章第1节到20节。毋知影你对读台语圣经，你有感觉困难的所在伫对无？就是有时若是想要对白话字来了解，嘛是感觉真该搁想一下，嘿拢会袂记讲迄个喙爱含起来，还是爱开，嘿，对。是，所以
搁一摆甲大家宣传，咱即马所看的这本圣经吼，这是咱新版的现代台语圣经。啊，伊的优点就是讲，伊会将白话字甲汉字夹做伙，啊，所以这本才会遮高。啊，毋过照着安尼，咱若是有的字无熟悉的时阵，咱看白话字，咱会当较清楚伊到底咧读啥物。毋过当然，两边咧转换小可会火气啊。两边咧转换的过程无遐尔简单，所以今仔日咱感谢雅茹陪咱读第5章的第1节到20节。啊，伊即马是富强教会的传道师，对，所以你已经服侍几冬啊2担外。哦，已经开服侍2担外的时间，所以感谢大家，咱有无共款的教会，啊无共款的牧者传道师，会当陪咱做伙读台语圣经。好，煞遮咱嘛将时间交互月亮阿嬷，互月亮阿嬷来带咱读正确的版本，第5章的第1节到20节。所以感谢咱大家观众朋友的支持，感谢大家。马可福音第5章第1节，耶稣医好邪神附身的人。耶稣过去加利利湖的迄边岸。吉拉心人的地区，伊一个落船，有一个互邪神附身的人，拄对蒙仔埔出来，拄着伊。即个人拢住伫蒙仔埔，人用铁链都甲伊链袂牢，真侪遍，人用铁链甲骹扣甲伊捆绑。铁链互伊扯断，骹扣互伊讲喙，无人有气力甲伊制服。伊暝日伫蒙仔埔，还是山坪乱嚷，搁用石头伤害家己。伊伫远远的所在看到耶稣，就走来跪伫伊的面前，大声喊。至悬上帝囝耶稣，你莫插我！我记上帝名，恳求你，毋通苦楚我，因为耶稣有对伊讲，邪神对即个人出去。耶稣问伊：你甚物名？伊应讲：我的名是军团，因为阮真大阵。伊迫切哀求耶稣，毋通赶因离开迄个地区。迄时，附近的山坪有一大群猪在讨食。邪神求耶稣讲，互阮去猪群遐，通入去因内面。耶稣准因，邪神就出去。入去迄群猪，规群猪约有2000只，对山坪撞落去湖里，互水毒死。饲猪的人就惊甲走去城内，甲乡村报即个消息。众人就出来要看有发生甚物代志。因来耶稣遐，看到迄个互鬼附身，就是捌互军团甜着的人，坐伫遐，有穿衫，精神正常，就真着惊。看到的人就将互鬼附身的人甲猪群所拄着的代志，甲人讲，因就要求耶稣离开因的地区。耶稣要就船的时，捌互鬼附身迄个人求耶稣准伊缀火去。耶稣毋准，甲伊讲，转去恁兜恁亲人遐，将主任命你对你所做遐尼大的代志。拢报因知，迄个人就离开，伫地加坡里传扬耶稣对伊所做遐尼大的代志。所有的人
拢着惊奇怪。感谢咱亲爱的观众朋友对咱这个读圣册部文字节目的支持，互咱会当不断透过读圣经来学习台语。每一礼拜，咱邀请无同款的来宾踮伫咱中间。每一个少年人，因的台语程度拢无同款，但是重要的是，我期待会当带因开始学习开嘴讲台语。有可能小可讲袂标准，有可能迄个腔嘛听起来怪怪，但是抱着鼓励的心，我想慢慢来锻炼，一集来练习的时阵，咱的台语会愈来愈好。咱的圣经节目，咱也特别摕一本，用这本来做咱的版本，这是现代台语的译本。这个译本踮伫今年度这一年中间才出版。是足侪圣经学者以及牧师用真侪时间来做翻译的工作。我相信这本圣经对咱学习台语会当带来真大的帮助。伊一边是汉字，一边是白话字，所以咱会当两边做伙来三对照来慢慢练习。所以嘛，鼓励咱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若是你也未买这本圣经，我会鼓励你，会当到伫广播社，还是踮伫圣经公会来买一本属伫家己的台语圣经。缀着咱的节目，同马可福音慢慢来读，咱就会哪来哪得到进步。搁一摆感谢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支持，因为有咱大家的分享，会当做伙推广台语，互愈来愈侪少年人，也是愈来愈侪后一代开始开嘴讲台语，做伙也对上帝的话得到祝福。感谢大家平安。